经济部积极协助在地产业以及中小企业升级，包括导入超低杂讯振动感测晶片，协助自动化大厂确保设备高精度及稳定性。另外，成立一甲子的台南制锁大厂一德金属也和工研院合作，导入水质物联网感测系统，打造监控金属电镀厂废水处理流程，成功减少80%用水量，大大提高产业竞争力等案例，也让这场台南科专成果展在产官学研等贵宾见证之下，在南台湾创新园区展现满满的成果。2、1，让我们以最热情的掌声来预祝活动圆满成功。累积过去的3年的话，我们总共做了400件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技术的研发技术的一些转型升级，那累积创造出来的这个产值有高达150亿元足证说我们经济部对于这个台南产业的这个发展相当的重视。工研院的这些感测技术刚好就可以帮我很大的忙，在这一方面可以帮我开发这些产品出来，所以传统加上科技这些有数位化、智慧化的产品，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这些传统的那个厂商会有很大的可以转型、可以成功。在全球数位化及净零碳排的浪潮下，半导体、AI 及净零排放已经俨然成为企业转型的主轴，也是目前台南经济发展的重要项目之一。希望让台南的传统产业永续发展。人工智慧这块尤其是智慧化这块，发觉讲咱为传统产业到科技产业拢有中上以上的人工智慧上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主要是让传统产业没有落实。今年活动总共展出13项技术成果，吸引在地企业、台南市中小企业协进会、总工会等单位踊跃参与，希望开创台南产业的新方向和新的契机。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